港圈重磅反轉，6歲萌娃偷拍照片意外流出，謝家連夜上門認親，多方當事人悉數到場。各位觀眾，今日要嚟傾一件震動成個香港演藝圈嘅大事。呢一樁反轉劇情喺幾十年嘅港娛發展歷程裏邊，都算得上獨一無二嘅豪門秘事。一張隨手拍下嘅6歲洗腦仔相，一下子掀起巨大輿論風浪，唔單止將謝家同埋張家兩大豪門牽扯入嚟，咁就連長期定居喺北京嘅王菲，亦都被動捲入咗呢一場輿論紛爭。成件事嘅導火索就係張柏芝小心翼翼保護咗6年，外界一直估唔透身世嘅細仔 Marcus。呢一張私密照片流傳出去之後，彼時正喺內地拍攝影視作品嘅謝霆鋒喺片場睇到照片，情緒徹底失控，當場摔碎咗一台價格不菲嘅手機。已經89歲高齡嘅謝賢一刻亦都唔願意多等，連夜從淺水灣嘅豪華別墅動身，拉上前妻狄波拉，直奔張柏芝嘅住處，當場攞出支票本，開出咗8億港幣嘅巨額錢款。呢一名6歲孩童同謝霆鋒之間究竟有住點樣嘅血緣紐帶？簡單一張揸拍相，點解能夠引發一環接一環嘅連鎖事件，搞動成個香港娛樂圈？下面我哋一步步拆解呢一場比影視劇本仲要精彩嘅豪門認親故事。我哋將時間往前推移24小時。香港一所知名國際學校門口正係趕上放學高峰期，校門口人來人往，十分熱鬧。張柏芝嘅3個仔 Marcus 着住整齊嘅校服，孭住綠色書包走出校門。整整6年時間入邊，張柏芝將呢一個細個仔保護得密不透風，唔俾外界有任何窺探嘅機會。各大媒體別話拍到孩子嘅正臉，就連一張模糊嘅背影素材都好難攞到。喺呢一次，香港一家八卦週刊派出咗3組工作人員，唔間斷蹲守咗整整3個月，終於喺隨行保姆轉頭嘅片刻，用長焦鏡頭影到咗 Marcus 摘掉口罩飲水嘅清晰正面畫面。呢張高清實拍照片成咗引爆成件事嘅導火索。相片裏邊嘅孩子帶住一身不服輸嘅倔強笑容，眉骨輪廓、下巴線條，再加上有臉頰標誌性嘅小梨渦，五官樣貌同20歲出頭出演少年陳浩南嘅謝霆鋒高度相像。嗰副無所畏懼嘅性子，仿佛就係照搬咗謝霆鋒嘅基因。照片傳灰雜誌社編輯部之後，所有工作人員都大為震驚，現場炸開咗鍋。短短3個小時之內，呢一張相加上雜誌電子版，就被送到咗正喺上海拍攝動作片嘅謝霆鋒手上。嗰個時候，佢正係拍攝吊威亞嘅高危戲份，全身心投入拍攝工作。等到中場休息，經紀人霍文希臉色慘白咁將手機遞到佢眼前。謝霆鋒低頭睇清相嘅一瞬間，周遭仿佛靜止落嚟，手裏邊嘅新款手機碌手摔落在地，屏幕裂成網狀紋路。可佢絲毫冇察覺，佢僵站喺原地，眼睛死死盯住屏幕，呼吸急速起伏，血脈相連帶嚟嘅震撼衝擊住佢嘅心神。咁啱好嚟片場探望佢嘅王菲，親眼睇見咗全過程。平日裏不管遇到乜嘢大事都淡定從容嘅謝霆鋒，此刻臉色慘白，身體控制唔住咁發抖。我而家就要返香港。謝霆鋒說話嘅聲音沙啞無力，無視導演叫停拍攝嘅呼喊，經紀人不停嘅勸阻，仲有王菲接連嘅追問。一把摘掉拍攝用嘅裝備，執起外套，快步衝出攝影棚，同時即刻打電話預定咗最早一班飛返香港嘅航班。另一邊，香港已經入夜，謝賢原本正同老朋友圍坐埋一齊打麻將消遣時光，一通謝霆鋒打嚟嘅緊急電話打破咗休閒氛圍。佢戴上老花鏡翻看送嚟嘅雜誌，當睇見封面 Marcus 嘅照片以及謝家正統長孫曝光6年身世謎題揭曉嘅標題之後，手裏面嘅麻將牌掉落喺地。情緒激動之下，直接掀翻咗麻將台，嘴裏不停念叨住唔敢相信呢件事。身旁嘅狄波拉睇清細路仔長相之後，捂住嘴巴流下眼淚，哽咽住確認呢個就係自家孫仔。孩子嘅眼睛同年輕時嘅謝賢一模一樣，耳仔則完全遺傳咗自己。89歲嘅謝賢一瞬間精神抖擻，仿佛年輕咗30歲，即刻吩咐管家備好車輛，帶住狄波拉火速趕往張柏芝嘅別墅。一場關乎家族血脈歸屬嘅當面商談喺凌晨1點正式開啟。凌晨1點，刺耳嘅門鈴聲打破咗張柏芝深水灣豪宅嘅寧靜。家中菲傭開門之後，看見身着白色中山裝、滿眼紅血絲、緊緊戒住雜誌嘅謝賢狄波拉企喺一旁，神情焦灼又滿懷期待。
啱啱落地香港，一路奔波嘅謝霆鋒臉色陰沉，嚟唔切更換衣物就匆匆趕嚟。屋子裏面嘅動靜嘈醒咗二個仔 Quintus， 佢落樓見到幾位長輩，緊張咁打起招呼。謝賢冇理會孩子，沉着面詢問張柏芝身在何處。冇過幾耐，張柏芝身着淡紫色絲質睡袍，從2樓緩步走落樓，佢面上冇半點慌亂，反倒露出如釋重負嘅淺笑。我早就料到，想一旦曝光，你哋一定會揾上門嚟。狄波拉即刻上前，舉住雜誌追問孩子嘅真實來歷。謝霆鋒則企喺客廳中央，環視整個房間，急切咁尋找 Marcus 嘅身影。媽媽太嘈啦！一道軟糯嘅孩童聲響從樓梯拐角飄過嚟，客廳裏邊嘅氣氛瞬間凝固住。一個着住小黃人睡衣嘅小男孩，揉住惺忪睡眼，光住腳丫，抱住玩偶慢慢行落樓。額前一縷翹起嘅頭髮睇住格外俏皮，走到燈光底下，小男孩抬起頭，露出咗同曝光照片入邊一模一樣嘅歪嘴笑容。謝家3代人全都被眼前一幕觸動，謝賢手裏嘅拐杖掉落喺地上，從孩子面上睇見咗自己年輕時標誌性嘅桃花眼。狄波拉下意識往後退咗2步，一眼認出孩子遺傳咗自己嘅招風耳。謝霆鋒只係覺得渾身熱血上湧，熟悉嘅歪嘴笑、額前蓋帽，仲有自己獨有嘅右眼角淚痣，完完整整復刻喺咗孩子身上。爺爺，Marcus 自亂嘅一聲呼喚，戳中咗呢位高齡老人內心最柔軟嘅地方。89歲嘅謝賢當場老淚縱橫，顫抖住攞出支票本，寫低8億港幣，話呢一筆錢全都留俾孩子當零花錢。夠啦，止靜！謝霆鋒雙眼通紅，壓抑多年嘅情緒徹底爆發，衝到張柏芝面前，質問佢點解整整6年都刻意隱瞞孩子嘅存在。凌晨3點嘅客廳安靜至極，只能夠聽見幾個人嘅呼吸聲。張柏芝端住一杯熱茶，慢慢講出咗全部實情。Marcus 確實係謝家嘅骨肉，係你嘅親生兒子。話音剛落，謝霆鋒手中嘅茶杯脫手摔喺地上。張柏芝眼神幽遠，回憶起過往舊事。兩人離婚僅僅2個月，佢就查出懷有身孕。嗰個階段，謝霆鋒同王菲復合嘅消息鋪天蓋地傳遍全網。如果當時公開懷孕嘅消息，外界一定會指責佢心機深重，攞孩子當作捆綁前夫、博取熱度嘅籌碼。佢唔想個細路啱啱出生就背負各種非議，一世世被扣上唔好嘅標籤，只希望細路能夠遠離輿論紛爭，安安穩穩長大成人。謝霆鋒聽完愣喺原地，呢個先至恍然大悟。回想過去6年，自己每次提出想要探望細路仔，都會被對方以孩子要上興趣班為由回絕。當然孩子出生之後，全網都喺度猜測生父身份，自己卻從來冇產生過懷疑。謝賢此刻亦都滿心懊悔，自己嘅親孫子一直喺眼皮底下長大，自己卻毫不知情。佢當即表態，8億港幣彌補唔到虧欠，必須俾孩子認祖歸宗。第2日就搬去淺水灣謝家大宅改姓謝。呢一番提議被張柏芝當場回絕。佢表示金錢解決唔到問題，孩子係自己一手拉扯大嘅，一直跟隨自己姓張。第2日，香港頂尖私立醫院嘅親子鑑定中心被嚴格封鎖，安保層層加強。謝賢帶住保鏢開路，謝霆鋒全副武裝，神色凝重。張柏芝牽住 Marcus 嘅小手，一同前往採集檢測樣本。護士準備取樣嘅時候 ，Marcus 本能咁拉到謝霆鋒身後，緊緊解住咗佢嘅褲腿。呢個下意識嘅動作，俾在場所有人都真切感受到咗與生俱來嘅父子羈絆。3日過後，加急處理嘅親子鑑定報告送到謝霆鋒手中，白紙黑字寫明謝霆鋒同埋死喺48個染色體 STR 基因座上存在親緣關係，親子匹配概率高達99.99999%，兩人五官重合度達到92%。遺傳學專家特意標注，如此高嘅基因相似度喺非雙胞胎親屬裏面十分罕見。睇到呢一份報告，謝霆鋒淚流不止，衝進洗手間止唔住咁愧疚乾嘔。整整6年，佢錯過咗孩子成長裏所有重要時刻，滿心自責。鑑定結果出嚟嘅當日下晝，謝賢帶住律師團隊登門，開出咗優厚條件，8億現金設立信託，過戶淺水灣別墅，安排孩子進入頂級貴族學校，甚至打算專門修建一座侏羅紀恐龍樂園，只求孩子回歸謝家，認祖歸宗。原本安靜乖巧嘅 Marcus 聽到恐龍樂園
完，眼睛一下子亮咗起嚟，天真嘅童言消解咗現場僵持緊繃嘅氣氛。即便如此，張柏芝依咁樣預約世道堅定，孩子從小到大已經習慣現有嘅生活，貿然改姓更換居住環境，只會打亂佢安穩嘅成長節奏。雙方僵持不下之際，一直沉默不語嘅謝霆鋒朝住張柏芝深深鞠躬致歉。柏芝，對唔住，呢6年辛苦你啦。眼神誠懇，提出孩子可以保留原有姓氏，繼續同張柏芝一同生活，自己只求能夠參與孩子往後嘅人生，盡到做父親嘅責任。張柏芝望向佢，目光落喺手腕嗰隻2006年謝霆鋒贈送嘅定情和田玉則上。即便離婚多年，佢亦都一直佩戴住。佢緩緩回應，唔會將個細路交出去，但係孩子嘅成長確實唔能夠缺少父親。就喺僵局無法化解嘅時候，王菲突然現身，扭轉咗成件事嘅走向。佢喺北京睇到相關新聞之後，心緒平和咁訂咗飛往香港嘅機票。抵達香港之後，佢冇第一時間聯繫謝霆鋒，獨自去往張柏芝嘅別墅。呢兩位糾葛多年嘅女士閉門交談咗2個鐘頭，談話內容從未對外透露，具體對話冇人知曉。不過3日之後，有網友喺香港海洋公園影到咗溫馨畫面，謝霆鋒、王菲同 Marcus 一同出遊，孩子左手牽住父親，右手挽住王菲，笑得十分開心。王菲特登換上平底鞋，處處流露住包容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談話嘅時候，王菲只係講咗一番心裏話。柏芝，我唔會代替孩子嘅母親，你係最合適嘅媽媽，但係孩子需要父愛。謝霆鋒亦都想要彌補缺陷，我哋不必互相折磨，放過孩子，亦都放過彼此。面對謝家再次送嚟嘅8億撫養費，張柏芝最後只係收低象徵性嘅1元港幣，唯一嘅要求就係謝霆鋒無論風風落雨，每週至少抽出3日陪伴孩子。6年隱隱堅守。張柏芝護住咗孩子無憂無慮嘅童年，王菲憑借通透格局化解多年糾葛，促成2個家庭和解。呢一場轟動全港、反轉不斷嘅豪門風波，最終以溫暖圓滿嘅方式畫上句號。